今日我印度喪標返嚟同我哋揸142號見到慢吞吞嘅乘客梗係俾佢上拉。而家要去白鴿山。身為印度喪標嘅我一定會周圍衝嚟衝去。逆線行駛對我嚟講話都冇咁易，見到有部車我撞一撞先。睇過印度喪標白鴿山一手牌，我哋好順利咁樣撞咗車。2,000 years later. 等我印度喪標使用奇蹟去推返佢出嚟先。好遺憾唔成功。等我哋重新嚟過，而係啱啱同我哋撞車嗰個紅色巴士喎。身為印度喪標嘅我係唔識得開引擎。等我哋慢慢行過去巴士總站，繼續進行喪標之旅。身為喪標嘅我啱啱先至發現到個軚盤唔見咗。我哋好快咁樣撞咗班乘客就走咗，非常之成功。話咁快我哋嘅時速已經飆到70公里得，但係話知佢犯唔犯法？睇我喪標白鴿山一手軚，至成功完成咗白鴿山一手軚。垃圾燈柱，見到嗰啲慢吞吞嘅乘客都唔開胃，直接跳過去。我哋進行咗一個極慢轉彎，今日身為喪標嘅我食咗啲藥，暈暈地，部車都暈暈地。令到我守唔到法，可以返去正線岸。我哋好成功咁樣撞咗過去冇拉閘嘅賴德站，撞到入面啲人嚇暈晒，絕對唔係我嘅問題，係個職員冇拉閘嘅問題。正義好靜，想聽一聽乘客嘅交響樂。
喪標正式宣布乘客支持喪標交響樂現在於陽光群島巴士開始。喪標認為架車最高時速為75公里太慢，所以喪標決定做出奇蹟，以每小時300公里嘅速度推去西隧出口，同時亦都可以聆聽乘客交響樂。犀利嘅喪標已經將架車由正方向推到反方向。嘅交響樂，發出不停尖叫聲。話咁快，喪標已經成功毀滅咗3個車轆。而喪標選擇咗用推車嘅方法推去陽光碼頭。How to ride？ 啱啱可以見到，喪標揸嘅巴士係有自動回正功能，同埋其中一個車轆已經復活。我哋成功推到架車反肚，我哋亦都見到垃圾燒艾迪整出嚟嘅車輛係冇地板。既然架車選擇要逆線返轉頭，咁我哋就隨佢意。啱喪標撞到架車有乘客尖叫，令到喪標都暈地。各位乘客明知自己嘈就唔好坐巴士，喪標非常之遵守安全規則，為咗唔想架車塞住條路，喪標選擇重新嚟過。